Cheers！ 大家好，我哋係 CC 愛美。Baby， 我哋今日咧就 report 你呢個蘭花。對，這個蘭花是我們6月份，這個是 CC 送我的，好靚，係一個圓圈。對，同埋咧，其實你都養得好壯，你睇好多葉啊，出了幾個新的葉子。對，本來好像就只有6根吧，6個葉子，現在又長出來很多。咁但係我哋又研究咗少少蘭花，咁其實咧佢入邊啲 moss 咧，其實佢會 expiry 嘅。咁所以如果你想去再健康啲咧，我哋就 report 佢咯。對，咁 report 佢咧，其實我哋都有研究過，我哋會即係慢慢講個步驟啦。最重要就蘭花啦，咁要清理啦，咁我哋就會 show 大家啦 ，Amy。咁咧就買咗呢包喎。對，這個是我們之前有介紹在 Avenue 上面買的，專門給蘭花專門用的。這個是它裡面有 wood chips， 有 wood chip， 有 charcoal， 然後也有一些 moss， 係啦，因為呢啲咧都係對蘭花好好嘅，因為佢透氣好好。蘭花最緊要就係養好佢個根，你養好佢個根咧，佢就會生得好靚噶啦。咁我哋就嚟春天啦，所以我哋而家咧就想示範俾大家，我哋究竟應該點樣做咧？好，因為它現在這個莖裡面好像有一點開始乾掉，是不是？有一點變成灰色的感覺，所以我覺得，所以我哋就要攞佢出嚟。咁咧就首先剪咗佢啲唔好嘅根，同埋佢啲 moss 咧，其實佢差唔多1年咧都係有 expiry 嘅，所以我哋都要換咗佢咯。換呢個。好，開始。那我們先把這個蘭花拿出來，輕輕的拿出來，因為我們待會還要用這個同一個 container， 對不對？這同一個容器。係啦。在 repot 之前的1、2個星期就不用再澆水了，所以它下面就比較乾燥一點。如果很濕潤的話，它這個根就會容易斷掉。對，冇錯。然後它現在拿掉以後，你可以看到這個裡面有好多的這個蘭花的這個叫做什麼氣根，是不是？它的 root。那我們要把一些看起來已經不健康的，可以把它直接剪掉。攞咗啲 moss 出嚟先。OK， 好。哇，它這個還蠻緊的，粘在一起。因為啲根咧生下會緊啲，咁所以如果我哋而家將佢打開佢咧，其實佢會 more air 入邊，其實係會對於佢好。它這個本來好像都就是很緊實的在一起的感覺，所以現在其實拿是有一點點 challenge， 有一點難度的。慢慢嚟，唔緊要。No problem。那我們在 repot 之前，應該就是先把這個桌子看，我們墊了一個紙在下面，會弄髒。唔緊要，係咯。你都好多嘢入邊，這個下面有好多的莖，這些全部都要把它拔掉嗎？對，盡量拔掉。好，跟住盡量把它佢嗰啲根鬆一點，係啦，啲根啲唔靚嗰啲根剪咗佢咯。好，那我們可以直接把它剪掉。可以，不過我哋唔想。它這裡其實有一些健康的根啊，好嘅根咧，我哋想留翻佢咯。咁而家唔好嘅根我哋先剪。我們來照一下，這個它下面的這個係有好多的，係啊，有好多根喺入邊啊。嗱，呢啲黑色就可以剪啦，剪咗呢啲先。OK， 係咯，呢個都可以剪。我看一下你剪掉的根。佢呢個咧，例如呢啲黑色咧，黑色嗰啲咧可以剪。OK， 唔係好健康。嗱，呢條又係黑色，咁咧就冇乜用噶啦，就直接把它剪掉。係啦，這個也好像也是黑色的，對不對？呢個係啊，呢個都可以剪。咁剪咗之後咧，嗱，你都仲有好多好靚嘅根喺上面。對，它其實它下面，我沒有想到它有這麼多，就是很健康的莖。係啊，其實你上面都好健康咯，睇到好健康。
嗱，呢個黑黑地我哋可以剪埋佢，咁啊差唔多啦。OK，這根咁啊把它剪掉呢個都冇用啊呢啲，因為它這個筋如果不剪掉的話，它留在這個 moss 裡面就會好容易爛根爛掉，會發霉。係，所以我哋而家剪咗咧，其實佢會遲啲會生得好啲咯。好，我覺得都差唔多啦，係嘛 OK，這邊這個呢個好搞掂。好，咁我哋攞翻個盤啦。好 OK，其實蘭花咧最緊要透氣，所以其實我哋之前都做咗少，即係剪咗少少窿咯。佢呢度有好大個窿，讓它可以透氣係啦通風。咁我哋首先咧就擺少少入去先。可以把它剪掉。好，你們可以，這個好像乾掉的也可以剪掉。可以。呢個葉其實都黃咗，佢都唔要啊，可以剪埋。黃掉的葉子也剪掉。因為咧黃咗嗰啲咧，佢會攞咗佢好多營養，所以其實都係 recommend 咧，全部剪咗佢先，會吸收到它本身的營養。好，好，咁我哋而家就 ready 啦。咁啊，首先倒咗啲落去個底度先。然後這個裡面有 wood chips，然後還有一些，這個是好像是一個黑色的碳，是不是？係啊，啲 charcoal 其實吸水冇咁係咯。好，夠唔夠啊？咁啊，再加啲，放一半，然後把它放進去。跟住我哋再擺喺側邊擺落去，啱咯，好。OK，這樣子剛剛好。好，咁我哋而家喺側邊再擺落去，加滿。其實蘭花是很需要空氣流通的，對不對？不可以讓它太潮濕，它的根就容易會發霉。我哋最緊要就唔好整到啲葉咯，佢話不要碰到葉子上，唔好碰到葉。咁唔好碰到葉咧，因為如果整到葉咧，佢淋水嗰時咧，佢就好容易爛掉。那我們把它稍微把它壓下去一點點，但是不要壓太緊。我哋可以嗰陣燉一燉佢咯，燉一燉佢都得。要多點啊？咁樣再加多少少。可能要側邊要加多少少。呢兩邊頭先可能入唔到去。稍微把它壓緊一點點，但是不要壓太多。OK，我覺得這樣子可以。其實咧，佢哋話呢個吊蘭咧，其實可以幫佢吊起佢又得，即係如果吊起來。但係如果唔係咧，其實都冇所謂。我哋擺翻入個盤度，即係個 decoration 嗰個盤咧，其實都 OK。咁我好多時咧就即係浸一浸佢咯，淋水嗰時咧浸落去，等佢自己浸15分鐘，等佢自己吸收仲好。咁其實嗱就係咁嘅咯 ，reporting 搞掂。其實也還不算太困難的，但是就是最主要買到這個適合蘭花的。係啊，但係我覺得好多新手咧，佢哋就唔知道，即係唔知道其實係要再 report 佢。我之前也不知道，我都唔知，因為我都冇。咁跟住就越養越慘個樣。但係我覺得你呢個種其實好健康，所以嗱，我哋可以再 update 翻。OK， 1個月2個月之後。好，OK，我們再見，拜拜。